小人衰地当花莲的学校又个传出灾情，学校嘛已经有汇报买来安打学生囡仔的心情哦。另外，伫花莲秀林乡的文兰村是挖进木瓜溪，嘛传出讲有厝的地基放弃是真危险。摕珠宝或者是课本保护头，学生赶紧离开教室。控诉控三花莲大地公即天，挖理论断层的花岗国中，教室又较正严重，学生赶紧走到较空旷的所在。 学校也赶紧安顿学生的心情，尤其是震后，以后呢更需要跟学生再提醒。另外呢，学生的心理恐慌要怎么去安抚，这是我们学校当务之急。伫花岗国中的球场被一个phong正大phong，好佳在主结构无受影响。也伫咧受风向的水电国小，包括司令台、教室也有灶骹，也有太路翘起或者是壁损，目前先为封锁线，卖互学生挖。 它整个震动哈，建筑物是上下跳动的。然后因为楼上的部分装有那个太阳能板，还有那个就是我们铁皮屋的部分哈，那整个晃动的声音很大。控诉共三大地震也未复原，控诉23搁连续2遍地震尾，又过31间学校受损。花莲县教育处初步估计损失金额是858万元，也将学校继续会勘汇报。 灾损金额比较大，比较严重的是信义国小，目前操场的中央有裂缝，而且皮有多处的翘起。另外，伫秀林乡木瓜溪边的爆花，也因为强烈地震放弃，边的明体地基也严重受损，真危险。居民大家拢敢若是困伫咧山坎边，困袂路眠。即马搁拄着落大雨，惊讲若搁有地震，厝会规个崩落。 不睡觉了，不敢睡觉。崩山情形自林秀桥的南边一直到凤庆山庄，受影响的长度差不多1公里。目前居民是先经旁部该砍掉的，防止地基搁互雨水冲入，也希望政府赶紧到三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